4大早教秘訣咧，教你培養出聰明嘅 BB。第一，要同 BB 咧有良好嘅親子關係，要學習同 BB 溝通啦、聯繫啦，建立一個咧親密有愛嘅關係。等 BB 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好有愛啦，佢好信任啦，同埋咧可以勇於嘗試嘅。第二，正面教養。可以咧多鼓勵孩子，唔需要太過保護，但係又唔可以太過放任喎，俾適當嘅指引同埋咧規律嘅生活佢哋，令小朋友有安全感啦，知道方向同埋咧下一步會發生咩事，唔使太過控制佢哋嘅玩樂，但係讓小朋友咧可以自己學習揣摩同埋探索，建立咗自信心。第三，家長咧應該咧要了解 BB 嘅月齡發展，多同佢哋咧玩啲大肌肉啊、小肌肉啊，同埋唔同嘅感統遊戲，掌握佢哋嘅成長黃金期，建立好基礎，啟發佢哋嘅潛在嘅發展空間。第四，從小建立閱讀嘅習慣，多同佢哋唱歌啦、傾偈，啟發佢哋嘅語言能力，可以出去公園啦、超級市場啦、戶外嘅環境，同埋見多啲人，建立佢社交嘅能力。